国当局周二对在英国成立的维吾尔独立法庭表示谴责，指控这个民间团体预设立场，抹黑新疆，给新疆扣上根本不存在的种族灭绝帽子。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桂香周二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称，维吾尔独立法庭是由市委会和西方反华势力成立的非法法庭。徐桂香说，维吾尔独立法庭对谎言进行听证，是严重剥夺真正的种族灭绝受害者。去年9月成立的民间法庭维吾尔特别法庭按计划将于近期在伦敦举行听证会，并于年底前作出对中国是否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裁决。中国当局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的系统性破坏，在国际上曝光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应。今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东突厥散发生了种族灭绝。此后，加拿大下院、英国下院、荷兰议会以及立陶宛议会均先后宣布了这一立场声明。在过去的几年中，东突厥散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以社会稳定与秩序为借口遭到任意逮捕，同时许多维吾尔族高官和干部被调查或被卸任。据最新消息，5月20日在乌鲁木齐举行了对中国的种族灭绝行动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干部和警察的颁奖仪式。据中国官方天山网报道，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在会上致辞，称镇压黑恶势力是稳定新疆的重要任务。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政治口号称为与黑恶势力做斗争，实际上已成为摆脱反共集团的最简单的借口和法律途径。在东突厥散，所谓黑恶势力口号成为了打击维吾尔干部的政治武力。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怀登计划提出一项海鲜条款，作为拟议中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建立在商务部和国务院去年发表的一份联合报告的基础上。该报告将中国确定为在其渔业部门使用强迫劳动的严重违法者，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有关悬挂中国国旗和中国拥有船只的报告。怀登参议员将要推出的海鲜条款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1年内发布新规定，以防止进口有强迫劳动生产的海鲜产品。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参议员本周通过这项法案。位于加拿大西部的艾伯塔省高级教育部长已致函该省4所大学，要求他们暂停寻求与中国政府或中共有关的实体建立新的或更新伙伴关系。艾伯塔省高等教育部长尼古拉德斯近日致函省内4所大学艾尔伯达大学、卡尔加里大学、莱斯布里奇大学和阿萨巴斯卡大学，提出了上述要求。尼古拉德斯在信中说，我对加拿大知识产权可能遭受的剽窃深表担忧，而且更加担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合作可能被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利用。加拿大议会于今年2月23日通过动议，称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发布消息称，原计划飞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架航班因受到禁飞令影响，不得不折返回明斯克机场。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阿纳托利·格拉茨称，法国的决定为海盗行为。这架航班本应该在当地时间26日16时15分降落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机场，但法国临时取消了该航班的飞行许可，且没有通知白俄罗斯航空公司，导致该航班无法飞越法国领空。随后，这架飞机在与波兰接壤的布雷斯特地区上空绕了大约8圈。机组人员试图与法国空中交管部门协商，但未获得结果。飞机在空中停留了约2个小时后，只得折返回明斯克机场。白俄罗斯动用国家力量，空中劫持民航班机，抓捕反对派人士普洛塔维斯奇之后，欧盟对白俄罗斯关闭领空。